标题立委陈超明、区定军的罢免团体13起到中选会送第一阶段的联署书。进前罢免区定军的团体领衔人有风声讲，因为受到压力来退出，目前是由已经90岁的国宝级作家李乔来接领衔人。另外，高雄市罢免立委区地嘅黄捷团队，昨夜早接上联署书，坐游览车就北到中选会交行。 罢免团体13早起去中选会到苗栗第一选区无党籍立委陈超明，甲第二选区国民党立委区定军罢免提议联署书。不过苗栗第二选区立委罢免的代表人，传出因为压力伤大来退出，由今年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接做代表人。苗栗选区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回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讲说，其实大家都有遭受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老师认为说，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站出来。我们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了，就是对方的支持者对我们做出一些口语上面的话，这样子。我们也想在苗栗找地方联署，但是一直都店家其实都也很害怕。 罢免团体表示，李乔虽然已经有岁啊，不过伊一个手就答应要做代表人，未来可能透过文字或者是影像的方式，表达对罢免行动的支持。陈超明强调讲，伊专心问政服务，对民间团体送交第一阶段罢免提议联署书表达尊重。也拿区定军批评讲，大罢免无采人民纳税的钱，制造社会不安甲对峙，是全民焦疏。我呼吁民进党，敢做要敢当啦不要躲在民团后面那整天只会做一些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另外，高雄市罢免立委柯志杰甲黄捷的团体嘛准备拢总10箱的联署书，搭游览车上北要交去中选会。无论是许志杰还是黄捷的联署书，我们都是接近3500份，我们准备的数量绝对超过现在要罢免他们的门槛。这次罢免案也是对我的检验，我会端出政绩，正面迎战。 相信高雄选民会给我肯定，继续让我服务高雄。黄捷回应讲，这届大罢免，伊是唯一一个去互共一批人罢免2届的人。伊尊重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嘛相信高雄市民拢是伊的肉躯。记者综合报道。